最近林以諾牧師喺 YouTube 所發表嘅一啲關於同性戀嘅言論咧，係引發咗社會人士有好大嘅激變，亦都去到令到一啲社會人士對教會加深咗誤解。我希望藉住今日短短嘅時間咧，去到係澄清一啲係社會人士對教會嘅誤解。我好深信咧，其實神係好愛每一個同性戀者嘅。點解我咁去到咁講呢？就因為主耶穌基督在世嘅時候咧，係經常去主動去接觸一啲係被社會同埋宗教人士所歧視啊、遺棄嘅人。我覺得作為係基督徒，其實係應該學習耶穌基督呢個嘅榜樣，去到係多啲去到接觸呢啲被遺棄嘅人，或者去到被歧視嘅人。咁我相信喺呢個世代嚟講，同性戀者咧係其中一個嘅族群，係好需要去到基督徒去多啲去到認識啦、關心啦，同埋去到我覺得普遍嚟講係信徒對同性戀呢個課題同同性戀者嗰個嘅需要咧，係比較貧乏嘅認識同埋缺乏關心。咁我哋需要學習耶穌基督嘅榜樣，去到多啲聆聽啦，多啲去到認識佢哋，多啲去關心佢哋，多啲成為佢哋嘅朋友，將愛係帶俾佢哋。咁我諗係譬如舊約彌迦書6章嗰度，神去到提醒基督徒要行善。行善嘅內容就係去到行公義、好憐憫。我哋去到係要係真理同埋去到愛心嘅行動係要並重。咁我覺得係愛心嘅行動，真正嘅實踐咧係最好嘅方法，去到澄清社會人士對教會嘅誤解。但係另一方面，當係信徒，有時係有機會被非信徒去到問佢哋究竟聖經點樣睇同性戀。我亦都希望信徒唔好去到係因為懼怕別人去到抨擊或者去到指責，而唔敢去講出嗰個聖經嘅教導，就係同性戀喺神眼中都係睇為罪。但係我哋嘅解釋千祈唔好停留喺呢個嘅答案嗰度，有幾點係值得我哋去到同一啲非信徒去到再提醒，去到解釋清楚嘅。第一就係去到係其實呢個嘅聖經嘅原則，呢個聖經其實係每一個信徒嗰個嘅生活同行為最高嘅指引。佢唔係用嚟去到規範嗰啲非信徒係教外嘅人士嘅。第二咧，其實呢個嘅聖經嘅指引係某一程度下佢要求信徒嗰個嘅要求咧，係往往係高過係社會同埋法律要求社會人士或者市民嗰個嘅要求。咁第三方面咧，我去到想講講一啲嘅例子咧，就係點解話去到係聖經要求信徒係往往高於呢個嘅社會要求市民咧？譬如有好多社會人士都接受同居啊，去到婚前性行為都係屬於係可接受，但係喺信徒上咧，呢個就係神所唔容許嘅。咁我希望當非信徒或者社會人士聽到聖經講話去到同性戀係罪咧，佢哋唔好感覺到係被冒犯或者去到係被批評。因為呢個係聖經對信徒嗰個要求。當一個人去到願意接受信耶穌同埋入教咧，佢就係自願係以呢個嘅要求，聖經嘅要求成為佢生活行為嗰個嘅準則。咁我覺得最後一點，我希望啲非信徒能夠去到係尊重別人嗰個宗教自由同自主。譬如去到有啲嘅宗教去到係希望啲信徒係素食嘅，或者去到唔食豬肉嘅，
咁可能你唔會去到覺得認同，你覺得食肉好好，食豬肉亦都好好，但係希望你都能夠去到尊重別人嗰個宗教自由同自主。我都覺得一個社會嘅和諧係有兩個好重要嘅原則。第一就係求同存異，第二咧就係去到彼此尊重。咁我相信呢個求同存異同彼此尊重咧，都係香港人係應該持守嘅一個嘅核心價值。